大家好，很好，非常好，越來越好。我係愛君，你哋知道嗎？有好多嘅人呢會花唔少嘅錢去做推拿啊、找龍筋啊、前列腺保養啊嚟調理身體嘅。咁結果呢，好似都冇咩好大嘅改善，同未做之前都好似差唔多嘅。咁問題係出喺邊度呢？係咪你做嘅方案根本冇對症呢個症狀嚟做呢？還係呢個時間做得唔足夠，淨係你個手法做到唔夠位呢？咁我愛君做呢個中醫推拿已經有20年啦，找龍筋都有10年以上嘅經驗。咁為咗呢個找龍筋嘅技術做到更好，咁我會經常嘅出去外面學習更多嘅新嘅手法返嚟啦。咁到咗2025年，目前呢已經學習超過有6位嘅龍筋嘅老師，咁就學咗好多種嘅手法啦。咁我就會結合嚟運用嘅。咁有人就會問我：愛君啊，我先係隔咗一段好短嘅時間冇揾你做呢個找龍筋。點解感覺呢同上次好似有啲講唔出嘅唔同呢？好似個位都係嗰個位，點解好似又深層咗？呢個力度啊強烈咗，感覺又好咗。總之就好似有啲唔同嘅，拉筋呢又好似多咗等等嘅。咁呢個答案就非常之簡單啦。因為我又學習咗新嘅手法啦嘛。咁中醫又講究呢，1000個人有1000個方案。咁男人、女人嘅體質又唔同嘅，中年人、老年人嘅體質都係唔一樣。我就利用配鎖匙呢個原理嚟做呢個找龍筋嘅。咁我呢除咗用個手去做呢個找龍筋之外呢，仲會用個腳去用到你身體上去鬆呢啲筋位嘅。木棒呢又會鬆解一啲嘅點位。做前列腺嘅時候，除咗用個手，有時都會加上個儀器嘅，靈活嘅配搭，對症落手，先至開到你身上嘅嗰一把鎖。咁差唔多呢，每一日都會有人問我：愛君啊，做幾多次有效果啊？做幾耐有效啊？咁好老實嘅同你講，其實每一次找完呢個龍筋啊，都係有效果嘅。身體強壯嗰啲後生仔，嗰啲年輕人，同埋你成年都食緊藥嘅，成身都僵硬嘅，氣血又唔夠，又好虛弱嗰種中老年人嚟比較，呢個快慢呢效果當然就係天差地別啦。可能你做3次、5次都比唔上呢個後生仔嘅1次嘅好嘅效果。咁我就打一個比喻啦吓，咁好似你個身體如果係塞得胰島得好犀利噶啦，係一團練麻咁噶啦，又或者你係好似生咗銹嗰啲齒輪啊，好難喐動嗰種，又或者你運動得好少嘅。咁你揀一個60分鐘嘅找龍筋俾我做，我呢就係鬆解你係好少嘅部位嘅，轉動到一小部分嘅啫。咁至少你都俾到我一個90分鐘嘅起步時間嚟做，或者120分鐘呢就更加好一啲，可以深層一啲嘅去打通你人體入邊嘅中焦啊，通你人體嘅下焦啊，俾你全身嘅氣血加快嘅去做呢個循環嘅。咁你要知道呢，我用呢啲時間唔係淨係照顧你局部嘅位嘅，唔係淨係做你肢嗰部位嘅，係用嚟調你全身嘅啲經絡去疏通，去重新去做呢個啟動，呢個效果會更加好啦，鞏固一啲啦，更加嘅持久啦，尿頻又可以得到改善啦，性功能嗰方面又可以提升啦。咁如果按療程嚟做呢，當然係更加好啦。咁有時間，有呢個經濟嘅實力，
呢個能力，又願意投資呢方面嘅健康嘅，我建議你嚟密一啲，一個月嚟一次兩次，或者再多一次兩次都係可以嘅。呢個次數呢嚟得多啲，同埋時間長啲，係同埋呢個效果係成正比例嘅。咁有人會問我，愛君啊，我冇咁多時間啊，抽唔到時間，一個月兩個月先可以嚟到一次，咁樣可唔可以啊？係可以嘅，有效果嘅，但係就係比較慢一啲，成本又會高好多。咁有人就講啦，哇，做一次90分鐘好似有啲貴啊，我分開嚟啦，每次60分鐘，我多嚟幾次咯，效果係咪一樣啊？咁而家呢，我就深入嘅同你分析一下。咁你哋知唔知道一塊好肥嘅豬肉炸油嘅過程啊？咁我定一個大約嘅時間，30分鐘出現油炸好為例啊。咁炸之前係咪先準備洗啊、切啊，開始入你個煲啦？咁需要5分鐘嘅時間啦。假設加熱到一定嘅溫度，一個臨界點，到咗12分鐘啦，開始出油。咁但係成個出油呢，再要加多18分鐘喎，先可以全部完成啦。較理想出晒油。咁我而家翻轉頭嚟講呢個找龍筋嘅過程。咁其實呢都係個身體需要先預熱嘅，預熱咗先可以打開你身體嗰啲開關疏通呢啲經絡先至可以排出你嗰啲毒素同埋垃圾嘅。係咪需要時間啊？呢個就係預熱嘅時間呢，每一個人都係唔一樣嘅。咁以下呢，我係一個比喻唔好介意。咁唔知道你係一塊好大嘅肥豬肉，還是一塊好細嘅肥豬肉？咁完成呢個出油嘅時間都係唔同嘅。排出個毒素垃圾多少係不一樣嘅。咁當你嚟揾我做一個60分鐘嘅找龍筋的話，咁前面已經用咗40到50分鐘嘅時間用咗去預熱，咁剩翻咁少嘅時間，排出嗰啲毒素係唔多嘅，你都識諗噶啦，淨係表面可以做一部分嘅鬆解，好似舒服一啲，有啲緩解。精彩嘅當然喺以下嘅時間繼續啦。假設到咗第50分鐘至90分鐘呢個時間段，開始深層嗰啲毒素開始排出啦，深層嘅開始鬆解啦。你要知道呢個時間越長，排出嘅毒素越多，排出嘅垃圾嗰啲垃圾又會越多，鬆解嘅深淺度亦都唔同，深咗啦，咁效果當然就理想好多啦。咁假設你淨係揾我做一個60分鐘嘅時間，每一次都需要用呢個預熱嘅時間，花咗咁多啦，先至開始去做呢個排毒，開始呢個鬆筋先開始有感覺。哇！呢個你計下嗰個成本係咪高咗好多？花個時間又更加多，係非常之唔值。咁假如你每次嚟揾我做一個90分鐘以上嘅，咁你咪嚟少啲咯。你覺得價錢貴嘅，嚟少啲都可以噶。而家呢，大約有60%左右嚟揾我嗰啲哥哥呢，都係20幾歲到40零歲呢個年輕嘅一族，佢哋都好識得喺找龍筋前列腺呢方面去做調理保養嘅。哇！佢哋真係好聰明噶，做呢個超前嘅保養，好識得計數未病先治。依家呢，花一啲時間喺呢方面做調理、做保養，先將自己呢個性功能保住先，唔好俾佢下降，唔好俾佢下滑。難道真係等到你個身體出晒問題啦，着晒紅燈噶？好似嗰度冇以前咁硬咯，好似呢個時間又快咗咯，
點解瞓覺呢？起身屙夜尿嘅次數又越嚟越多啦。點解好似呢度唔係幾好，呢度又差咗？哎呀，等等好多問題。嗰個時間你先識得嚟揾我做呢個找龍筋，你要使嘅錢花嘅錢又要更加多啦。呢個難度又加深咗啦，真係活受罪啦。呢個效果還要打咗折扣，差一啲。咁與其亡羊補牢，不如而家趁早花一啲時間嚟做呢個找下龍筋前列腺呢方面嘅健康投資。咁做完呢，會令到你身體煥然一新，龍精虎猛，越嚟越好嘅。咁嚟之前記得要首先預約啊。